各位观众，大家好，很欢迎来到我们的人间有爱早安共感，仁波切早啊。我们今天好高兴，请到了彭维廷彭老师来到这个地方。彭维廷老师呢，是我们台湾上菜秀的创始者，这个有辉煌的这个演艺经验。那彭维廷老师呢，对佛法一直都非常有兴趣，刚好今天跟仁波切在这个地方。刚好有问题的话，正好向我们的仁波切请教。我想请教一下仁波切，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在佛教夏令营长大的，那对佛教说实在的，到现在也是一知半解，到底不知道自己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汉传佛教跟藏传佛教有什么不一样呢？是，大家知道这个佛教的发源地是印度，哦，那印度大概大家也知道，就是佛陀是从我们这里看大概2500年前啊，那再来就是说印度本身就有声闻乘，还有跟大乘，啊，那所有的佛教的所谓的佛教的基础就是声闻乘，也叫做小乘佛教啊，或是原始佛教。那再来大乘的基础也是从小乘佛教开始。我们平常是把这个大乘就分2个阶段，就是所谓的大乘跟这个金刚乘，所以基本上从声闻的这个佛教的基础和大乘的基础都一样。那我们平常是所谓的这个有没有这个不同的地方的话，我们就会最关键的就是有既，就是任何东西它的这个既有的，我们所谓的这个基础上的这个既有的。那再来就是道，所谓的这个修行的这个道啊，那再来就是果，所以这3个来去会比较啊，这样子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那就是所有的佛教这个既有都是一样啊，道就会有一些快跟慢，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果所谓的成佛，大家都是就是跟随佛教，或是跟随释迦牟尼佛，那就是成为释迦牟尼佛，所以没有这个基础上没有不同啊。所谓的这个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所谓的密续的部分啊，密续的部分的这个真正的实修，虽然在汉传也有这个所谓的唐密之类的，那么但是就是具体的就把这个能够可以实修，这个时候的速度窍诀就有一些不同。原来如此。那仁波切，我想接着问一句，就是汉传佛教跟藏传佛教哪一个是先受到这个教化呢？汉传佛教。哦，原来如此。那汉传佛教跟藏传佛教在过去有所交流吗？有，尤其是在宋郑干布的时候，藏文宋郑干布的时候，有取了这个文成公图，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些从中文翻译成藏文，有一些关于禅宗的，还是其他有一些经典有。那同时也有一些请了所谓的这个我们汉传叫和尚，是都到西藏。是的，是的，这样子。那藏传佛教在台湾也算是非常的盛行，汉传佛教当然台湾也是早很多年都有在台湾。那藏传佛教在台湾也算是很盛行。那我想请问仁波切，在台湾的藏传佛教，您所见到跟我们的汉传佛教之间是非常融洽的，对不对？对，目前来讲，非常的这个互相都有交流跟学习。太好了，这样子呀。那这个彭老师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啊？
谢谢仁波切，这样我终于知道你藏传跟汉传的佛教的不同之处在哪里了。那现在还想要了解一下，就是那我们要怎么样找到适合自己的修行的方法呢？一般我们会法佛法的这个法呢，就会比喻成一拳，就是远拳的一个糖果哦。那你从这个糖果拿出来之后，东南西北从哪里咬都是甜的它没有哪一边是甜，哪一边是不甜的但是所谓的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从声闻、缘觉，还有菩萨跟密乘那这里就会有一些从修行或学习上的次第的这个认识和了解有一些差别就是说我们从生活做起首先是从生活做起，那大致上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记道国的这个或是我们也可以说修一个就境界，就是你所学习的有一个看法跟有一个境界这个很重要所以为了就是说你升起了这个见界的界有时候可以想观观自在菩萨就是观因为你有观，你就会一切所显现的任何都会可以融入或是消耗对，所以这上面就有一些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就从声闻、缘觉、菩萨跟金刚乘这样子，就是说对于这个空性，我们会讲空性。那空性稍微提一下稍微提一下，你可以大概想一想，就是说空性呢，就是有2个字组成的就是空跟性所以空是也可以从独立来思考的时候，就空就是个 nothing， 可以想成，因为这个还是有一些更深入的或是具体的，至少我们从初学子有一个概念上可以这么想那性是一种本质上万物的本质上或任何的本质上，所以它也不是完全不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没有而是本质上和结合，大概是这样想那我们回到这个适合的时候，就是说你哪一个法门或哪一个比较适合那当然刚刚提到的就是糖果一样，你也没有哪一个甜跟不甜但是一般主要是佛教本身呢，我们就会从这个不管大乘、菩萨乘、这个金刚乘，我们都还是从这个四圣谛为主从四圣谛开始学习当然从这个带领老师教导带领的时候，可能刚刚提到的这个大乘有大乘的一些派派就有不同的老师，那每一个老师他还是得会依靠着引经据典，那从这个依靠着引经据典来带领，他有他的强手，所以也有不同的这个次第。那从藏传来讲，我们也有这个虽然大致上是佛教，也金刚乘，那当这个小圈里面有一些分别，比如说噶举、萨迦、宁玛、格鲁，就这种，所以这些里面也有跟自己比较熟悉的曾经有成就的成就来比喻，来去传，就传这个法来，所以有时候可能这个也有些当然就是说您自己的这个环境跟家庭背景，然后也以个人的这个兴趣为中心来出发。刚好这个仁波切提到四圣谛，对，能不能多说明一点点四圣谛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四圣谛？
从这个中文呢是就我们会说苦苦集灭道，是的，这样四圣谛。是那在细节的话，就有苦有4个特征，苦集有4个特征，灭也有4个特征，道有4个特征，会分析。是的，那刚好你也提到观，那观这个如何去观呢？能不能也多说明一点点？我们平常整体的这个大乘的这个背景的话，所谓的这个密乘密乘或密法的这个修法修行的这个次第来比较所以大乘的本身的这个修行的次第就有一些有一些差别，就比如说从这个大乘，我们平常可能是从直再来观。那密乘很多虽然会有这个直的这个窍诀或是这个引导，当很多这个内容还是得直接比较属于观的修法的方式来引导。谢谢。刚刚听了仁波切讲解了，这样我真的有一点了解。那我想要了解，如果我自己要开始适合找到自己修行的方式，是从观开始吗？我们首先应该是从这个皈依，好，那皈依其实任何的戒律的基础，所以有了皈依戒，就有了其他所有的戒律。所以戒律其实可能时代的变化有时候有些可能会太严肃，但是所谓的戒律其实就是你做好自己做好自己其实有一个心态上可能就是保护那再来就是舍跟取舍那这种从哪里我们可以连接呢？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那大家知道，对于生活习惯不好，或是作息不好，就会久而久之会生病。那佛法也如此的。其实说你就是像比如说皈依有时候皈依直接单译这个名词的时候，可能有些容易让人时代的变化可能会产生一些误会但是你直接连接到他认识的时候，就是做好自己或者是说生活的这种作息开始改变，你才会有未来的人生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任何好坏都有一个保护，所以保护就是戒律所以也是选择，所以呢我们就会一般就是从皈依入门。那皈依其实大家可能会平常我们就会说所谓的皈依三宝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样那皈依佛，其实所谓的皈依佛也有分一些认识或学习上的一个程度，所以差别。那最后其实皈依自己，意思就是说你就是你的主人尤其是现代这个时代，大家都在就是好像都在做自己，对不对？所以其实皈依就是做自己的意思。当然细节上有一些可以更细节的需要了解，至少说皈依佛，就是因为佛教说你就是佛，你有这个种子意思就是说你能变成佛。有时候你可以这么想就是说佛所谓的佛教的佛悉达多这个佛悉达多变成佛了，这个人来不来因果业力还是存在法则
还是存在，他说不说他还是存在。所以当法就会有有一些有区分啊，这个再慢慢以后谈啊。但至少就是你可以说释迦牟尼佛所宣的这个法就有正法跟教法。那教法就所谓的这个教材啊，或者是说当时他所讲的这个84000法。好，正法是你也是正法者，当你皈依了之后，你也是正法者。为什么呢？正法所谓的这个正法是产生在你的境界里面，就正法，是不是？所以我们会我们平常会说，佛陀转法轮啊。那大家会说，转法轮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那边转呢？还是怎么样？不是哦，转法轮是佛本身他在静坐，然后所悟到的东西，悟到的东西，这个东西所悟的这个东西有告诉人家，告诉人家的时候，人家也有这个感觉，就转法了。因为从我这边转到你那边去，你也转了，就转法了。所以当你也是今天从这个皈依开始的时候，你就会说哇，原来是这样的时候，就是转法了。你也是正法者，从这里开始啊。所以法就是也有很多的这个有学术性的，有科学的角度或各种角度可以谈。但是我们一般就是初学子啊，或者是说我这种的这个中文的角度啊，很这个生活化来去理解。那再来僧团的这个僧，那僧也是有出家僧跟僧团，或者是更一层叫僧啊。僧不一定也全部是出家剃度啊，是对你内在初转法轮这个初转法轮的转，你有更一层就是僧。僧团就是一个有团结的力量啊，也互相会协助的力量，也同时会让我们的从生活作息互相会影响的叫僧团。就是说你在这个区域里面，但我们现在在一般普通的这个整个一个大社会里面，其实有不同区域啊，可能是艺术区域啊，或是科学区域，类似这样。那这里面的朋友都是基本上都会讨论到这些东西。所以当你其实如果是佛教，可是你的区域是可能其他的话，我们不会冲突，但是你会很多时间都会被他们占用。所以至少在这个里面，你会比较有一个呢，就是僧团的力量。对，其实就是自己要找到跟自己相处的时间，然后让自己先静下来，不要把很多的时间都浪费在一些所谓的不重要的事情上面。所以就是把时间留给自己之后，那我这个时候我应该做什么呢？你从开始除了这个认识皈依处，然后有受了这个皈依戒啊，那所谓的皈依戒啊，你能够觉得不行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有时候人家还很多事情还不熟悉的时候，就会笨手笨脚，就会产生一些恐惧害怕。那你也不用很多东西就是太在意的去到处问，因为每一个人走的路不一样，所以自己走那就是最有这个怎么讲应该说一种经验吧。对，所谓的认识佛教或学习佛教，那从身考意为做起。所以除了阅读，然后之后就是所谓的一定要这个做起。所以做起可能你先从简单的身体的姿势，跟你最舒服的姿势，然后开始先观呼吸。那这个时候你开始会有很多的自然产生一些问题啊，不是说制造问题啊，开始学习问题之后就开始会有
另一个生命的价值观。那这个不是我讲的，是其实刚刚提到的这个悉达多啊，或者是释迦牟尼佛，他也是当初的最抢手啊，帮助人家就是从呼吸开始啊。所以你也可以刚刚提到的这个就是佛陀当时宣扬或是传法的这个比较属于比较比较浅的部分，就叫做思念处，你也从这个所谓学习啊。这也是属于刚刚提到的这个声闻乘啊，就是比较注重的。那当然也是所谓的大乘或是金刚乘，都是从这个基础开始的。那你也可以参加像我们最近有传这个所谓的释迦行啊，那这个属于密宗啊，或是也很多的这个内容其实跟大乘佛教的有关系的。所以你也从这里开始。那这里开始的话，也是就刚刚提到的，除了你做了这个皈依的仪式以外，你也就是更进行的从皈依入门学习，就是有释迦行。哇哦，真的是说明的那么清楚。那我可不可以再问仁波切，就说我们在刚好提到了这些观啊、止啊，还有这些释迦行的练习，是不是在增加我们的正知正见呢？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人的这个脑呢，就是本来是一个白纸，白色的一张纸，就是丢什么。所以其实人是从这个从呼吸，其实就是指或者是内观，因为我们的习惯，所谓的眼耳鼻舌身意，那就是习惯性，我们都会往外，所以任何东西都在好坏都觉得在外啊。当佛教或是从基础的话，其实偶尔内观去观察，所谓的我们有时候叫能所跟能取，就是境跟处关系是怎么来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平常的习惯里面就是往外去追求，所以比较少会内观。所以所谓的呼吸，刚刚提到的这个思念处，从这个来学习的话，就是先是受想行，或是内观来去。那这些其实想一想，其实人能所跟能取之间的错误的一个判断的时候，就更加的会紧张。更加的紧张的时候呢，就越来越缺乏了这种判断力。所以其实人当然信跟不信，但就至少对于从内观做起，其实会开发很多的这种幸福，或者是说可能工作上、健康上都有很大的，觉得有很大的帮助。谢谢仁波切。刚刚仁波切有提到轮回，那我也很好奇的想要知道，人是不是有来世？那如果有来世的话，我们要怎么样修行，让自己的来世更好？刚刚提到的这个有一个图档啊，那个图档是叫缘起12缘起，那这里面就有3个蛇、猪跟鸡、贪、嗔、痴来顺时跟逆时，所以这里你可以知道说所谓的无明，那无明其实就是所谓的不知道，所以不知道所产生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所以就简单来讲，你可以这么认识啊，因为它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细节的解释，至少说你不知道啊，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你呆了啊，所以其实我们是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呆了，有可能是这样子轮回的，所以无明醒就12个缘起，所以一个是无明行就是轮回，一个是无明就是等于知道了，所以
这个有时候就有一些复杂，就是说一个讲解，然后一个是实际怎么修，所以配合。那至少先简单的就是从无明心，所谓的就是不知道呆了，或是所谓的不知道的时候都是错误的，知道吗？感觉到吗？不知道绝对是错误的，有可能是颠倒的，一个盖子颠倒盖的，这不知道，所以是不是错误？所以无明行就是这样做。那这个就做轮回。那当你知道了，那应该是正的，那就是无明。所以这个很普遍的，大家知道就是大乘的这个佛教，大部分都会念那个心经，所以你心经里面就有无明，就知道了，是正了，就是脱离这个轮回，脱离这个轮回，脱离了，因为正根正了嘛，呆了就不知道了，就轮回，这样子去作为认识，那但轮回对于有一些比较还没有很仔细的观察的时候，不知不觉当中就觉得有一些，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有排斥，或者是说你还没有进入去观察的时候，它还因为你还没观察，所以你不知道。大部分就觉得来世跟前世今生来世的时候，一定感觉上就觉得我这个人往生了，就是叫来世，其实没错，是一个大循环，就是前世、子生跟来世的一个大循环，3个转换点但是不要讲前世，也不要讲来世，先讲子世，就子世其实现在在轮回。什么叫轮回？前一秒跟下一秒的变化，你承不承认？承认对吧？就是轮回。所以你现在呆了错了，你就在不断的在轮回。轮回不一定说一定得死了以后又到中医到脱胎，这个太远了，先不要讲到这么远。但是只生的时候，现在、昨晚、今天，你的任何在变化，所以你有没有感觉上说，你已经做了一个酒酿，它有没有发酵，就在轮回。但轮回本质上就有生命，所谓的轮回就是属于生命的一个循环。所以生命，你可以简单的、可以快速的去认识生命这个肉体，它有层次层次24小时的不同的层次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开始有一点佛教的一些缘起空性任何东西就是可以作为有一个基础他们的理论想法也不是单一说轮回了，因为轮回不是这么一回事，而是有从粗中细各种辩论主张，然后也悠久的历史为证明，然后实际的练习者也不是随便看一下，不是，而是花好多时间来去投入这个东西，那就争取了这个理论或前世轮回这些等等的。谢谢仁波切的说明真的好仔细。洪老师，谢谢您来一趟，怎么样？今天跟这个仁波切的对话，你有什么感想啊？我今天真的觉得，从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一个弹指之间就可以得到一个轮回，一个满满的幸福。从自身开始，很多的东西，一切都很简单，你只要做对，真的很开心，觉得很幸福。说得太好了，洪老师，谢谢你，谢谢仁波切，也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期待我们下一次人间有爱早安共嘎的节目再会，拜拜。